1月7日轉折點。三心兩意的努力是沒有任何結果的。我們曾處在一個轉折點上，我們毫無保留地請求上蒼的庇佑和照顧。是走者護戒協會第44頁。每一天我都站在轉折點上，我的思想和行為可以是促使自己成長，也可以使自己返回舊路上的與走成聖。有時候轉折點是起點，當我決定去讚美而不去譴責他人的時候，或當我開始向別人求助而不獨自前行的時候，在其他一些時候，轉折點是終點。例如，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去停止苦惱不已的怨恨情緒和自我尋找時，我的性格缺陷會使自己犯錯。因此，我每一天都有機會意識到他們的存在。我的性格缺陷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表現出來：自責、發怒、逃避、自滿、要求平等、想要報復或者出於浮誇等等。三心兩意地去克服這些缺點，只會使我們試圖改變的努力變得無功而返。只有當我全心全意地向上蒼求助的時候，我才會真正地願意並且有能力地去作出改變。